2025年城镇沦陷全民防卫动员演习，今仔日大胜伫咧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南投来举行，包含着兵棋推演、防空演习、综合实作等演练科目。这台中呢有民众无要配合人车管制，就骑奥多摆伫咧车路顶头，落尾是互砸落来开罚单。那行政院长杜永泰也去到台中视察，见识重大灾害抢救。 防空警报声开始弹，警察要求当地赛车随瓦边停。另外，在台中捷运和台铁的旅客，在警方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，在车头在等。下车的旅客暂时不要出站，请跟着我们的指示过天桥，前往行车室避难。 2025年城镇沦陷全民防卫动员演习，15下晡1点半，大胜伫中台湾谢管区举行。采取车停人就近疏散的防空避难作为，台中市选定沙鹿5车清水做重点验证区。大卖场的工作人员和买物件的民众拢照规定到停车场去避难。虽然造成店家民众暂时无方便，但大多数拢配合。对，又不是每天就很烦人了啊！一天。 一两年一次来没关系啊，预言啊，不然人家怎么知道跑去哪里？每一年都是这样子啊，对啊，那半小时时间本来就提早都知道的，所以也还好吧。不过，台中沙鹿一个43岁生出来查甫人，所伫演习的期间，因为伫加油站等甲心烦，骑奥多摆离开，互警方抓落来，会照民防法该罚3万到15万。警方已预交于三民路与光华路口拦下，带回调查后。 将依民防法呈报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裁处。除了防空演习、综合实作，嘛无去战时重大灾害的抢救，包括台中港关键基础设施、重油天然气厂和航道的船只，互飞弹攻击破坏了后的抢救。我们要有这样的信息准备，当天灾、当冲突、当挑战来的时候，我们有准备更安全。 行政院长杜永泰学到演练是真真，例如讲台湾伫地缘政治的第一个风扇，对世界的变化无法度当作无咱的代志，只有对自立自强开始，透过演习得到经验，熟悉互相搬的角色，和避难的场所才会当自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